请想看阿母的愿望。人生的路无。大爷，你摕一杯饮料给我就走啊！摕一杯饮料，啊啦，是不是你摕我啉的迄杯啊？对啊。无怪哦，迄杯饮料我啉了了后，啊，我就规身躯啊，你感觉呢快怪呢？啊，孙呀，无得讲哦，迄内底有放逍遥啊哦。 阿乐啊，你详细甲我看，你看我今日打扮有缘投无？好看是好看啦，谢谢。啊，毋过吼，这搞穿衫吼，嘛袂变做人啦。这束西装吼，穿入你的身躯吼，我感觉是糟蹋着西装啊啦。好啦，啊无我后摆莫穿就好啦吼。对啦，啊啦，啊你刚讲叫我吼，就听你的话，啊叫我先回去。啊你后摆就要对我真好，敢有影？有影啊，啊毋过吼，啊毋过你即马若是紧走吼，我会对你讲较好啦。有影哦，好，我即摆马上来走。我一当时变较缘投啦，啊我哪唔知啊。我好意思。 大孙啊，什么代志啊？你老实甲我讲，这字条是毋是你写？我无啊，我哪有写？到底是你写？你拍我？你凭什么拍我？我讲无就是无啊！你在骗我！弄这个家都安人都讲啊！上面，我去问你一摆，字条是毋是你写？我甲你讲无就是无啦，你就是甲我拍心嘛是无啦。阿仔，我嘛知你假啊人，也毋过你还这样动作去做啊？清清动动去做，我甲你知影我什么命，我什么运啦。自细汉我无爱读书，阿爸拍我，讲我无准断，我叫上来才学语，敢会着当我做我？师傅就拍我，大师爷你就拍我。 咱爸爸是爸母所生，谁让天公伯仔对我这么无公平？我是要得到的物件，我拢得袂到，我拢得袂到，我唔愿。敢讲，我一生出来，我命中就注定讲，我爱互爸，我爱互你斗担心我。阿仔，这个啦，大叔也无应该拍你。你免听你叫我水啦！你已经拍，你嘛已经动手啊！我知影，我有做过真侪唔对的代志，我嘛有想要改，也不过我就控制袂了啦。敢讲我所犯的这一切，一定要用爸才能解决是无？我不红啦！阿仔，我承认我较冲动，我该回失的。好啦，莫哭啦，咱回来去好无？我不爱啦，要叫你家己回去啦，你回去啊！阿仔，阿仔，阿仔。我输命，连你都拍我，这条线我一定要甲你记的，我绝对会帮你耍的。
从我离开这了后，我甲秋萍离甲遐尼远着，我逐工拢足思念伊的，所以我希望讲秋萍当来我的身躯边，好好甲照顾。水燕，那你老实甲我讲，恁公司张秘书到底甲你是啥物关系？秋萍啊！大哥，你是咧想啥？我看你一个人安尼想较戆心戆神啊！无啦。对啦，是秋萍啊！我听讲哦，这最近还要带你去高雄上班，敢有影啊？唔袂用的啊，这要哪会用的啊？你也知影咧，你即摆要出差啊咧，啊你无一日放弃，安尼未免伤过可笑啊！佮再讲啊，你也知影咧，你厝里有外公啊，啊，家己开甲半数的火旺病，需要你照顾咧。小平啊，我讲你哦，也是啊。你莫搁再讲啊！我想要甲你一个人安静。好啦，你家己好好想看卖哈。袂用的，我特地要想办法，也若无啊，就是个啊，就去背去啊。家伙啊，啊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20万啦，啊你以前欠我的吼，我拢袂甲你讨啦，就算讲哦，我甲收平啊，做定金定金啦。刁夫啊，你即摆意思是讲，你要传秋萍？我吼，年纪也袂少啊啦，啊店的嘛需要一个我斗3工啊，啊我选你秋萍吼，我感觉无唔对啦，你放心，你秋萍若叫我吼，我保证袂互食苦啊吼。刁夫啊，啊你这项代志，敢有甲秋萍讲起？无啊，但伊嘛知影，秋萍啊以后的查囝，只要你若答应，我相信伊就答应啊。迄要哪会用的？要嫁是伊呢，啊伊还甲伊做主，我哪有可能甲答应你？阿妈你啊，你放心啦，你知影嘛？我对秋萍哦是真心的啊。佮再讲啊，秋萍啊，伊若有啥物困难啦，我绝对无第二句话啦。敢讲我安尼对待伊，无够真心的哦。无啦，刁夫啊，我毋是讲你对伊唔好啦，是讲这婚姻大事是伊家己爱做主啊，啥物人嘛袂当替伊答应，对无？唔咯，阿妈你啊。啊好啊，你免搁再讲啦。这件代志哦，我会用做主啦。但不过哦，我唔答应这桩亲事。不咯，哦，不用急啊。咱年岁差不多啊，你莫安尼叫吼。哦，我受担袂起哦。好啦，费用啊就费用啊啦。费用啊，你爱知影咧，这阵年啊去台北开公司啊，是我提钱出来互秋萍，呢，啊，搁有恁阿公啊，去互歹人掠去，我嘛是无第二句话，将钱捧出来叫恁秋萍，嘿。敢讲你这种人是无话无目屎哦，连一点仔温情都无。我跟你讲哦，你唔通当我白讲哦，我就袂当时甲你借钱啊。我无黑白讲，歹势，你看，这是借据，写甲清清楚楚的，啊，这边咱拢无甲讲。嘿，你唔知的代志还较真济啦，恁秋萍是讲你残废，唔敢互你知影，惊你担心。头家，我请你莫搁再讲好。秋萍，你敢真是甲伊借钱，互准年开公司？你哪会要安尼做？我讲较无法度，讲较无才调，我嘛袂去互你承担这款的苦。秋萍啊，其实我唔是这个意思啦。头家，我请你先走转去。莫搁再讲好唔？无咯，咱的婚事，秋萍啊，你只要你若答应嫁互我，唔管吼，看你是要买啊食偌济饼，还是要偌济金啊，还是要办几块都好啦，你啊出去，啊出去！你要大声啦，出去就出去啦。秋萍，我搁问你一遍，你到底有答应要嫁互我无啊？头家，这钱请你摕倒转去，我无可能嫁互你的。你讲啥？你这世人无要嫁，你既然这样绝情啊，你唔通怪我。我跟你讲，害你3工呢，一定要将钱还我，要若无，我就法去告你。
啊，假使你若唔是唔答应哦，哼，你明仔早要来上班啊啦。啥？一个开喙就订2500罐。对啊，咱的新产品伫咧市面上一定会销路真好。捌甲咱叫过会的厂商吼，一定会搁打电话来。啊，2500罐，一桶电力单赚10万块，哇！我冒死啊！袂歹哦，比赛，你即摆算小愈来愈老。哼，唔是我加势啊，臭大个啦！啊，别米我唔敢讲啦，啊，讲算小我逐工年算啊足清楚的啦。为着要庆祝咱公司吼头一笔收入，会让我请，咱大家好，我来食一摊。我等成。尊严公司，嘿，哈，辉耀伯啊，你要出指令哦，好，小等下啊。这个。阿爸，我尊严啊。啥？条虎食要来讨钱？哦，我知啦。好。俊宁啊，条我是哪要敢讨钱啊？俊啊，假使若厝里有代志吼，你就等伊一抓，我看暗暝当莫庆祝啦。对啦，公司开无偌久，你身躯一定无啥钱，我摕一寡互你哈。好啦，心怡，我莫当摕你的钱啊。莫安尼讲啦，钱是有需要才叫做钱啊，咱莫分到遐清楚咯。你莫搁再讲啊啦，我绝对袂用你的钱。秋萍啊，爸，饭菜拢冷啊呢，紧来食饭吼。爸，我食袂落啦。你已经2天无食呢，啊，规工哦，关喺房间仔内，唔出去行行咧。阿爸看你安尼哦，我心肝头真艰苦呢。爸，我无代志啦。秋萍，你替俊英做这款代志，我替你愈想愈唔得啦。你若唔甲我讲，你是安那要安尼做？爸，秋萍，请问我求你好不？我拜托你来食饭吼，吼。爸，你莫安尼讲啊！我等你一定去食。了。嗯。阿玲才有乖。哈，我来叫你老母来食饭吼。嗯。爸，你别小心嘞。嘿啦，等这惯势啊。秋萍落要去食饭啊，你嘛好来去食。我袂要啦，要我家己去食。你莫为着这件代志哦，对艰苦。我已经有打电话给俊英啊啦。向啊，我毋是甲你讲过啊，毋通搁打电话俊英啊。咱咧3工2工就要甲摕钱，哎，哪有心情通做事业？这嘛无法度，明仔载就害人的钱啊！我嘛想无有更较好的办法啦。无我明仔载搁来搁调虎啊参详看卖，看咱搁忙几工啊无？免啦，无需要吼，甲迄款人咧纠缠。就算讲，甲俊英啊摕钱，俊英啊伊公司会倒去，我嘛想要安尼做。当时你来愈老愈烦颠，哪有这款想法啦？啊，无你叫我目睭金边，看手边互人掠去关死我。你管我好破手，我还当你一个人安尼平安地过日子。嘿我，你唔通安尼讲，你对我阿哥阮一家较好已经足好个啊，阮拢看到，阮拢感心伫心内，你唔通安尼责备家己。是我对不起你，安尼辛苦去也能洗衫，倒下来搁你照顾我，我实在
嘿我，唔通安尼想。我相信咱一家口吼，认真打拼，一定会当渡过这个难关。好。 哎，头家啊，要剃头呀，来啊，小姐啊，你就叫我呀？是啊，有啥物代志吼？来，这钱还你。啊，你又无欠我钱啊？你嫌我钱要做啥？你心内应该足清楚的，这是秋明赚的钱，请你以后莫搁甲秋明高低，有听无？来，摕。我你笑的哦，你是你我别讲啥，出去出去。哎呀！我讲来睇错，我跟你讲哦，你若唔放手，我就要报警哦。报警！哎，我摕钱来还你了，敢讲钱还你还款了？叫我睇错。好啦好啦，快起来啦！哎呦！我同你讲哦，以后你若搁甲秋明高钱，我是让你真歹看哦。哼！呸！我流口水，流口水。拄食迄个啦，敢会最用迄臭小囝叫？小姐啊！这是秋明来叫的钱，你点住。别啦！是安怎免啊？你毋是讲还3天叫秋明来还你钱，我若无超过时间啦。啊，拄则毋是你叫？免啦，有人替你喊啊。有人来喊啊！放袂记我的我也记在心。你是讲还3天叫秋明来还你钱，我若无超过时间啦。啊，拄则毋是你叫？免啦，有人替你喊啊。有人来喊啊！是谁嘛？迄人走啊！啊，真正是安尼啊，我甲你骗了。安尼秋明借去的，唔我叫摕去啊？是啊。迄人是什么款啊？我唔知啊。贾小姐，拜托你甲我讲啦。要讲遐尼济啊，就算我知影，讲也无效啊啦。你是要讲还唔讲啦？你唔通安尼啦，头家，失礼啦。秋平啊，你嘛安尼讲，歹势啦，应该是我，拢是我啦，小过冲动啦，意气用事啦。秋平啊，我拜托你，你去倒来上班好无？你免这么假啦！我甲你讲哦，秋平即摆钱是甲你清清楚楚哦。你以后若改改过甜吼，我两帮你刷。秋平，来行。你这个唔食囝，去台北啊，好都无好去，干那学咱歹。你有你安尼做，我就唔知影哟。你别讲无你这这套啦。介久毋捌吸到这新鲜的空气啊！秋萍，咱两个嘛真久毋捌安尼散步安尼。想到以前吼，徛到遮载你去上班，我是足怀念迄段日子的。秋萍，你还阁有记这条路袂？